好，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玉權阿權妹，今日啦阿權妹，哇又有口福了，我同大家來分享乜嘢呢？我同大家來分享板條，大家想到板條會想到哪一片？可能會想到呀新埔，韓國又會想到個南埔嘅米農村冇？唔過除咗有兩種蔬菜以外，沒有咁多蔬菜有板條啊，奇怪我咩記得我嘅不卡沒有你沒有板條啊？古早今日嘅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分享其他蔬菜咩當好食嘅板條哦，我同大家來分享哪片嘅板條呢？我同大家來分享做凍嘅哦，細細個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就係呀黃記板條嘅調解員莊順英，歡迎。大家好，我係莊順英，今日當歡喜來改片錄影。好，歡迎調解員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而家烏卡嘅板條啊，啲做凍一定有名，韓國聽講有一個稱號，這個稱號我蠻好奇的，叫人都硬葉板條，怎麼叫人都硬葉板條？像硬葉天天哦。因為之前呐有媒體來 N 卡起來時間，然後拄好係拄到熱天。然後一開始 N 老佢講，早先都做出來板條都凍久，是開始會酸味是會走出來咧。可是我啱講睇佢講下，敢用台家美食都唔敢賣咧。我講其實佢做得冷藏，佢做嘛做得冷凍，可是佢一爆出去的時間，大家是開始有點驚到講哦，硬葉板條我買轉去有冇該用，我根本冇有時間做得料理的些是快鐵咧。哦，嗰時大家可能嚇到誒，啊唔過這個一日板條這個號稱啊，沒有嚇大家嘅意思啦。其實呀板條係因為佢冇用防腐劑嘛，對不對？清奇嘅顏料做誒，因為佢係完全純米嘅板條，佢是有水。是愛米甜，所以佢冇用其他唔加嘅東西嘅時間，佢冇辦法變到長久。故說不用到冰箱就唔會變硬葉板條嘅啦，對不對？不用冰箱做得不用幾久誒。熱天嘅話，產到散到時嘅冷藏。哦，冷藏。冷凍嘅話，佢做得切好，搬做一碗熱。哦。調冷凍去，然後水滾用調下去，佢做得冷凍一張嘢。哇，又做得不用一張嘢。啊，唔過像按鈕，對，就是真心想發問，真自己去搞讀到嘅問題吼。像按鈕嘅板條，我不用到冷凍嘅時間。剛剛講我一分一分拌好些咯，我來熟嘛，切好我來熟。你切好之後，你先落去唔是來熟，你是落去拌做一碗嘅料，然後平鋪到cái台ở地板，煮一些水滾，然後直接是調落去是做得咧。唔是來送咩做的？不是，因為按照特地板條都要刷一層油。哦，有哦，有偷誒，偷學小知識，對不對？啊，不過其實今日有請到呀純米做嘅板條，加還有特別強調哦。像按樣嘅板條啊，係用乜嘅米來做嘅啊？按那係用仔女米，可是按到我卡要嘅 Q 線要啊，按到咩事講我眼前，所以按到糯米。糯米，我糯嘅米，啊米係要拌糯嘅同香上嘅哦。因為新米佢出來佢是用粘性甜，可是你變到舊嘅米之後，佢有個彈性。哦。所以按到做板條嘅時間，如果你用到上世紀嘅米後唔拿啲了，佢用新米拌到啥些。板條會當粘，哇！我就怕呢，機器窗戶都會粘人是減快，但是冇辦法做出一地地板條。故說你要做板條嘅米，還要先冰2年。錯啊！可是佢要米廠嘅技術，佢係要冷藏，然後佢恆溫就做得做。才不會上個米蟲。錯啊！所以按照用嘅米是變到1年半到2年嘅米就做得。1年半到2年嘅糯米，韓國愛純嘅菜來米，這樣做出呀清好食嘅純米板條。嗰時候我就想來問啊，今日嘅福氣1米路啊，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呀。純米嘅板條，適合上來同其他嘅板條有乜嘅冇共用？我嘅意思係講，其實其他嘅板條可能沒有加一條其他嘅粉嘅啦，但是可能有啲人口味冇共用，可能沒有啲人會較中意其他嘅口感。對，那上網調解用切架適起來，知道口感有哪條冇共用咯？從出面嘅板條提一點，按到用米愛出來嘅板條嘅色是係。
有到淡米黄色这样子，没不是纯白的。哎，你看它就看到，我看起来觉得蛮白的，因为灯光打了但是带有一点点没有那么亮白的感觉。因为因为较爱米基马术好台油啊，所以佢变到佢爱出来系冻油的个米浆嘞。那如果讲你咧下爱到好处的话，其实你都会看到，还冻到米糠都当半。可是该湿气啊，因是会吃到该在，还系有到像有一只颗粒哟。我很认真在看，认真地检查一下。哎，冇啦，没有那么夸张啦。其实我可以。所以爱板机一天爱到水油啊，所以总得有个米合油啊，在一片地白。冻浆啊，这样子亮白、晶莹剔透的，其实冻浆哎，我可以顺米嘅板条，嗰时候按用湿起来口感咯。湿起来，其实你不用到在贴后的时间，你是吃到咬下下去，你有米的香味。还有滴滴的甜味米嘅甜，米嘅香。如果你下没用米做，其实你一边在底摆，嗰种是全用发体用的。可是按到米做板条，你食落去，你会吃到，佢还有啲的弹性，可是唔系讲当 Q 用的感觉。唔系讲像面嗰种 Q 度不一样，也不是那种像太拍粉的嗰种 Q 嘅感觉，冇 Q 用。冷摊呢？冷摊呢？就是橡皮筋啊，有些有啲板条去食起啊，佢会吃到就按 Q 都硬得天痛，可是米的东西佢冇可能半讲你按好按扎实的口感。一咬会团，唔过你做在甘肃度，它是有一点弹的口感到底度。糖讲你嘅煮嘅时间要做得看得出来，纯米嘅板条咯，唔系纯米嘅板条，要有检查冇穷洋葱冇。然后像按照纯米的板条，你水滚表下去的时间，你电机缠到10秒钟，你是搅一下，你会看到其实佢还能一条一条用。可是唔系真紧米做的板条，你表下去，佢一下是浮强强的。会浮起来呢。错。然后最重要系按照米的做的板条，佢食落去，佢会本中毒。你身体2-3小时一下子都需要嘞。所以佢会本你的身体有冇个负担，而且本你食到。很难健康哦！哇，古时同大家来分享哦，纯米板条，佢嘅特色冇共用嘅素菜。古时大家听到也调羹用按用讲啊，听到就会想讲哇，嘅调羹用，人嘅点嘅当那片嘅，汉白去做动嘅时间啦，人医生也不卡嘅板条哦。唔過都有片可以同大家嚟講，真件非常嘅實力冇辦法，做乜該攞條羹用。因為我是做板條嘅店咯，該足動啊，有80%的店呢都係攞到那板條，該大家都係。哇，這個板條大盤商誒。冇啦，因為大家啲講愛食好嘅東西，所以佢都會寫 Endo 卡板條。可是佢都大概都係面攤，然後讓我。高管的人，刚刚你下如果有买板条的话，用大家乖，错啊，对不对？嗰個調羹用，佢係自家係買板條嘅原料，佢當然就係送一條板條，搬一條麵店一條。錯。嗰時自家就唔是開麵店嘅，咩無限開麵店嘅，錯冇？冇影響嘅，對。嗰時候你看哦，有。100%足動嘅麵店都會同樣不卡很板條叫貨，所以就表示這個板條東蘇都大家嘅分量。因為按照就講客家莊，佢都當在意嘅地方是係，我食落去嘅東西到底係好啊唔好，我今年買好嘅。嘅食材，然後可是我本人他食到很好嘅東西。而且像我想做東咩同苗栗共用，就是有當到斯坦人家的，食早嘅時間，他們可能就是食一碗炒板條，也係講板條同嘅板條。錯，就是東家有可能會出現到斯坦人嘅食早嘅飲食上面的。錯啊。所以他們當地可能都會是按用嘅東西，所以他們吃很健康又好吃的東西。錯啊，因為。所有的食物啊，你不用落在地步，其實你是地講嘅到底係好啊唔好，所以佢今日食到好嘅東西，佢就得特別到來。可是如果講我哋一下味道是講老都市，到佢食飽甜，冇奈何咧，我係食平咗東西，可是佢吃到唔好食，佢係咪都唔會到來咧？
因为客家庄的人呢，在非常厉害。有很挑嘴，俺没黑暗呢。啊，唔讲，刚刚讲到吼，俺就又想到一件事情，就会讲，刚刚讲斯坦人他好设板条，这其实也代表着亚哈后上人设的东西有一些的改变呢，有一些无共用的。故说头讲用呀，有啲点美度后面有做一类算是小导览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因为底下东东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变西式化嘞，而且某东西又按多好套，几多位吃到，我冇食讲来试试看看，已经用食，可是几多位唔记得，原来印度村民做的个美食之类的东西，其实就係對印度最好的比較食材。那印度嘛，我希望講，你一下從小時間我才開始，我本基有嗰隻觀念。你講你食嗰隻東西落去，哦，像板條時候咧，米做的板條食落去，我食到凍飽咧，可是佢2個小時以內哦，其實都是凍了咧。哦，其實你講原來係食嗰種東西，我唔會有其他的乜嘅問題啊，因為你講食別的東西食落去，是你係有啲中毒，其實個人是吃到我馬上食東西，可是你都冇食東西落去之後，其實人的身體是會因來影響。所以我希望講做到變化，然後去吸引其他人的用來轉到以前印度全部都係客家美食做出來的一隻食材，本大家去接受。哇，古時候你看哦，唔但搶做好食的板條，還想要來推廣下傳統嘅客家美食嘅文化哦。還有韓國度嘅內容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竹筒嘅板條。睇下可能想講奇怪呀，板條有名係新埔啲米濃啊，唔過其實大多數菜都有板條啦。嗰時候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竹筒嘅，其實我一下都市童謠，因為我見皮頭嘅香米，我這個一下其實你知道，樣旁邊都有棟大嘅棟板條，有嘅組合嘅。同嘅板條啊，還有又有其他嘅，唔過東大送嘅就係頭家用店鋪冇賣呀，一般小嘅板條，唔過大家真係有福了，下一步嘅可能因為防疫啦，大家可能會買咁多料理包啊、料理盒啊，頭家用有出料理盒，對不對？錯啊，因為你一下凍到後生人凍好食泡麵，可是嗰種泡麵東西是係，有冇講？它的製作比較複雜，對。可是按到米做板條，按到來想講，其實當人都按到店嚟賣板條，佢都會講啊，我賣轉型嚟五條煮。可是對按到來講，板條係當簡單煮法嘅，用為五條煮。後來按到是想講，到板條料理盒做出來，然後本地都大家試看看。這裡面很棒哎。所以第二有我自家煮嘅肉燥。對，還有做泡菜，對，所以佢都用轉去試看看，用個暗方便東西，同樣撈泡麵用水滾冰落去，對，可能5分鐘我是做得食的，做得食嘞。可是嗰啲本身食到好健康。哦，而且泡菜呢，要泡菜已經同傳統嘅客家板條有一些冇共用咯，因為你下大家。食的個口味好重啊！如果講你一下用單用肉燥的，冇是按到有較油葱的話，佢都會吃到該唔係愛上的些東西。可是你嘅泡菜冰下落去，又該辣又該香，又該醬菜甜，佢吃到有該板條原來用煮嘛係當好食的。我真的好餓。都是這件童謠嘅感覺，尤其喺下一步嘅經驗，就像剛剛講嘅防疫期間啊，泡麵食凍到，快煮麵沒食凍到，唔過有時是食叫誒，食太多嗰種機器調出來的味道。其實有時還是會很想念清素公清傳統嘅米食。
它一盒就黑啊，对不对？这一盒里面那盒肉燥，我是看到超想吃的，肚子好饿哦。就加低度除了有这个肉燥之外，还有加那个油葱、香葱油，对不对？七甲边的，全部都一甲边的。所以该料理盒啊。莫讲台人，连西欧佢都为主，所以该对大家来讲係真正東方片嘅一食材。所以我會希望講，大家如果做得來接受嗰種東西嘅話，其實對 NOCA 板條會有很好嘅口碑用。真嘅，而且又可以把这个客家跟米食文化又很看推广出去。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客家的很精髓的东西就是要香葱油，好香哦！店方面有卖，对不对？而且 NOCA 油葱啊，像嗰風葱條，NO 係從最原始嘅風葱條開始起條起妹，然後連毛背魚樣喺度白踢。然後當然是講，你就按大手冇把意而白踢。然後其實油葱你食到最底部，你是希望到食到講，嗰係素嘅感覺。可是如果嗰意係到喺底部同下表嘅話，配出來，你是會像引到最底部，喺兩個底部，你是冇辦法配出來。嗰對 N 來講都係一個困擾，所以 NOCA 從一開始做油葱開始，從我家用做油葱開始，N 是堅持特執一天白槍。特執哦，然後特別是那片白葱條，然後底部油我嘛係用起嘅豬油，然後煸出油之後，我就去炸油葱。真嘅，要再香，唔可以因為時間久誒。那陸之安之是久而不聞其香嘛，對不對？愛豆芽還吃到好香哦，怎麼可以這麼香？顧嫂，你看呀，好色啦，淡水嘅東西做出來，覺得按那個輕鹽絲嘅米絲，啊唔過出題調解用動推廣呀客家傳統嘅美食文化以外，今日動積極在創新，剛剛按糖豆呀泡菜嘅板條，其實還有一個新嘅興愛真經。從來網上看過糖果嘅哦，佢按到甜嘅板條、梧桐板條，韓國人嘅外形同包裝好可愛哦。係啊，從按到一陣開始做出來時，其實你會知道該梧桐板條係什麼解？不是很好說哎，這個咖啡色，然後又一條給感覺。我先講壞掉的香蕉好了啦。你知道什麼啦？講哎，你長買海帶。哦，海帶，我想的可能更不好吃。海帶有一點像，錯啊，所以你知道講，該係乜嘅東西？我講其實該是梧桐板條，跟實際是做甜點用些，可是大家會知道，白色板條。用食落去是係用鹹嘅東西，你做甜嘅咩當奇怪，嗰是像按到客家水板樣。對呢，因為水板咩呀菜來米粉，韓國有梧桐做嘅。可是按到嘅梧桐板條有比水板咧好 Q 啲啦，因為佢係桂圓脆，所以佢水分做得好多啲。可是按到梧桐板條一地步吹出來，佢冇辦法分，佢都泡嘅呀，所以你水分變到熱到嘅話，其實當然冇辦法成型。唔過我當上嗰啲咧，用嗰發明按用嘅梧桐嘅板條，都有創意呢，那片上到嘅。佢係我老公嘅家婆，佢今年101歲。哇！佢80歲時，其實佢當好食甜嘅東西，反正所有甜嘅東西佢都好食。然後用嘅就是講。我想食甜板條，俺都是想拍板條用做，你想乜嘅甜板條？我話落叫混烏湯，叫我買，叫烏湯芒煮話要一粒用卡過樣，然後叫講我買，叫你吹落去，我講吹落去，可是俺都唔是試過誒，然後叫可是我係想食。哇，家婆很有創意耶，因為佢好食甜啊，所以佢乜嘅甜嘅東西佢都想我都試看看樣，然後後來。第一擺做嘅時節，係冇按照想嘅嗰種做出來嗰種像水板那種軟軟，然後當好食一樣啦，做出來係像鐵板啦。因為湯一落去嘅話，因為糖化，然後是到嗰種米漿食落去是變到凍硬，然後用一邊落去是裂開咧，錯吧？然後我就好。他哋吃到，總等我一天會食到，然後調是溫度啊、水分啊，用水然後產到7、8年。
扮演这样开发出来本家婆生。哦，这个家婆嘅创意可以调假同调假用无限的扮演。而且嘛，因为家婆用家己话讲，我一天要10道，然后怎样办法让梧桐板条做出来，所以然后还系当新闻家婆讲，不能有嗰只动力去做嗰只梧桐板条。对，韩国也有变做一个 T 恤的，对不对？韩国去点的水嘅这么多小小嘅板条，唔过做得买到甜甜的板条，是点心，对不对？一个点心的感觉。哦，而且该用落去剪刀用一件一件用吸落去，会有很多层次感。哦，所以吸起的感觉到水板呢是完全没同用的。没同用，啊，唔过是可以从梧桐的呀这个那个叫什么乱瓣，那个乱瓣，那个叫碎瓣呐，对，可以从梧桐的碎瓣开始来延伸这个梧桐瓣条跟米线嘛，对不对？嗰时候讲的按到大家底上的瓣条，我做出来有结无简单无，所以下就来抢这个那条架用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像你下街种图，差不多係按照30年前嘅嘅一隻做法，其實按照南部差不多9點、10點去洗米。按部頭9點、10點，大家準備愛水木嘅，愛先洗米。錯，按照一桶米差不多按個吧，鐵桶嘅按個，然後你米冰差不多8分滿，一冰落去你是會實實洗咧，冇等下進到水嘅時候，佢會因為引脹，其實你手是會冰落去洗。是凍好洗，所以按照按部一天去洗20桶。20桶？一桶差不多洗3到4擺。很辛苦哦。可是嗰時按照是來大家來邊小啊，練鐵砂掌，因為你洗米按輕，你嘅手要去攞，你又要練，你就要辦法讓米洗強。因為如果米冇洗強的話，你到天你按照造型3點愛米嘅些，佢酸梅是掉出來的。哦，對，米係冇洗強嘅話，佢煮嘅就是會動會壞掉，對，而且按到米，所以你變到講，你起到已經洗強咧，可是天你佢酸梅出來時間，你讓上講，原來我錯別，佢係一隻步驟冇洗強。好，20桶嘅米洗好以後，我已經覺得好累了。然後是洗好之後是自己泡。泡好之後，天嘅造型按到3點，按到開始愛米。3點，跟乜嘅時間都係水木啊，9點、10點洗好，可能已經2點咧。熱天按到做在熱天的話，按到差不多9點、10點鐘都在洗。然後冷天的話，按到可能差不多7點、6點，按到是都在洗，因為天氣好冷，也傷害程度冇按加嘅時間。對，然後所以愛米愛好之後。該按到很愛攪米漿，按到愛引起落機，因為你冇去落機的話，要跟米到水就會分開了。哦，會分開了，要把它再全部混合均勻。然後按到用一片攪時間，按到用一隻該鐵環，然後搖到該盤兒地板，鐵盤兒地板，然後為了佢倒下去時間，佢盤兒的下面都係水來煮嘛，其實分佢燉的。然後一冰下去，個米漿佢會開始是凝固，可是你係分佢盤兒當然不佢翹起嘅，一翹起嘅時變四隻角都係噴的，米漿是會流到四隻角。要一直維持平平的就超快。所以嗰隻功夫我學一年。哇塞！跟你1年就學會呢，應該可能我要學5年哦。躺起來就懂難。唔係，特別做唔係。然後整，用是冰落去吹咧。然後吹用一隻盤呢，差不多吹1分半鐘。這麼短？因為泡泡嘅。炒泡泡嘅，所以吹好嘅時間，你就實實到盤呢拿起來，然後一隻角。板條一定要拔下來啊，感覺很療癒，但是又很容易撕破。稍稍的時間，佢喺凍球的時間你剝，佢唔會爛。可是你等佢好冷啲些，佢當佢皮會全部都臭嘅。哦，半風吹下去，佢嘅水分會走開。通常我係夾地位。錯。撒下來，全部做好以後要切。錯。切好再個拿去就煮嘅嘛，對不對？錯。哇塞，規個板條愛製作，愛做好來，真件係多麼簡單嘅事情哦。古時候有關呀，調羹用還有韓國島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哦。
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竹筒嘅板條。家下也聽也調解用講啊，做板條其實有動到動辛苦嘅過程。唔過咩，因為按用一路堅持，韓國堅持用清純嘅純菜來米來做，這樣有今日嘅按用嘅成績哦，都冇簡單。我家下有問了一下調解用，其實來做板條做幾久嘅？嚟調解用同大家分享一下。哦，我做板條做了一下，今年提31年。你係5歲就開始做係嘛？我冇人後生。調解用佢一看起來就係非常嘅後生。因為考高中嘅時節啦，冇考到當好，所以冇學校好讀，所以變到講交個學費，所以我必須要親自投入，然後去支付我平常嘅生活費用。所以讓我來做個板條，所以用做31年，其實時間當掉是用高鐵。哇！不過一開始係因為愛打工、愛賺錢，去呀板條店聽書。錯。啊，一冇生意就變成一個浪漫的故事。有懂浪漫沒有？很浪漫呢。是用同學用去做板條，維持到講，嗰條條路對我來講當重要。然後我老公其實已經，其實都是當細些，都是熟識的。然後佢話對我當照顧啊。後來親切時講啊，做1-2年，看做得有辦法湊成隊嘛。又可以打工，喊做孫沙先湊隊，對不對？然後我後來都起到，都對這隻板條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做得啦，都是去搞看看啊，就冇想到做得。哇，好甜蜜哦，有一種板條之戀的感覺，感覺做得來翕一出那臉小片，很浪漫的感覺。然後就按用一出做誒，32年。錯啊。可是對以前嗰隻條路來講，嗰隻製程來講，其實當辛苦。其實你會知道講做7年的時間，你還係會想平聽，我做得去工廠上班咯。可是對嗰隻板條嘅，有乜講？嗰隻熱愛度維持到，我特別還係想食到嗰隻板條。咁如果講我做起來，我嗰板條我變到我係去到平原賣，唔係我轉去自家煮。錯，所以慢慢按到維持到講，其實我教個人我講用東西愛，因為對長去到一些機會對愛從幾隻間網用看待。後來啲講我兩個做得交往，然後做啲同學時間，其實佢都是小當歡喜，因為我卡條路嘛有人聽收啊，錯啊。有做得有人接，跟養老公咩真件，因為後生人可能會想到講，我從細幾件食板條食到大嘅，我可能冇想去種板條，我可能想去做其他嘅條路。錯啊，其實佢退伍嘅時間，其實想講我係去科學園去上班，因為佢是東河嘅條路嘅時間，可是佢今日到左邊一退伍，因為佢到屏東做嘛。暗晡也2點轉到我卡，5點是本係做板條。佢會遲到，用讓我當初嘅想法冇同樣，或者佢會遲到，從細到大，我卡條路都係幾大片停收嘅，起碼啲當自家爸爸媽媽當辛苦，該起碼唔盼得講半幾多山用做，因為幾多嘛好多歲咧啊。我如果講做一停收嘅話，該嘛係到一種孝順。其實講該冇關係，剛開始都冇卡停做嗰條條路用。真嘅有感受到呀調解同調解用對烏卡嘅板條的熱愛吼，唔單止是接受爸爸媽媽嘅條嘅條路，佢條氣感沒有一份熱情到底度。雖然觀眾朋友可能冇辦法有機會同接觸到調解用佢自家做嘅小小嘅呀板條，啊唔過其實機會同時唔過係有機會嘅哦，對不對？有嘗試會到其他蔬菜去擺呀市集，對不對？係啊，從上次到市集啊，來我是一家推廣一家活動，希望按到客家東西做這本全部人看到嘅時間。大家就係講，其實有卡板條當好似已經有名嘅人就係用出來，我可惜當然係唔啲講出名嘅板條，
酸到起码嘅米絲，係乜嘅梅頭。然後，俺老是講，其實出來你煮一碗半年食到一小嘅時間，其實基本你嘅回想是係，俺用做係值得嘅。哦，有因為像我到台北，有陣時我食到一口清傳統嘅客家料理，嘅深度嘅感覺完全冇同樣。冇同樣。有讀到按用嘅印象冇？有啊，有擺按到用出去辦活動嘅時間，一個樓線上，佢是點一碗板條蟹，然後佢是坐到按到面前嘛，佢食之後佢挑那時開始來下來，嗰些按到是看到，但是讓我老公講，你啲係按到煮到唔好食啊，係梅頭冇長期上嘅嗰種梅頭冇，但是問佢講，請問下你食到嗰碗板條用半年啊？然後佢講。我食到嗰條板條落去，其實我都有到長遠，我想叫咧。我講在東西，咁從佢講佢以前嘛係帶到客家做，可是出來走條路之後，離開佢嘅故鄉，佢都唔是食過嗰種板條，還有嗰油蔥嘅梅頭。咁我已經60歲咧，我就喺度咧食到嗰種梅頭，嗰真經係當幸福嘅事情啦。所以很多人知道唐金勇講。因為知道嗰板條咩是板條田，就會對一個人有安泰回想。真嘅，呀板條唔但唱係好食嘅東西，天天咧，呀牽起頭家同頭家用嘅緣分，韓國又真係本人下非常多夾嘅歌戲。古時候我同電視機頭前有條韓地綜合嘅聲音嚟講吼，真嘅有條好好整下，有條好食嘅好美食。等到有人唱呀阿權阿姨哦，來到台北大表有一些些嘅叫嘅，真認為當想念台北的故鄉食到嘅東西。韓國係有上時去台北，一下會知道哦，很傷心，乜嘅。你這個開始會想到哦，我無卡，我嘛當叫冇轉去，我嘛想轉去看嗰種梅頭很菜麼？嗰種對美食嘅情感係一出彩嘅，咩因為按用嘅情感。頭家同頭家用當做的一出維護呀，自家不卡嘅一個品牌，韓國本地編發啊、推廣啊，像有按用嘅料理盒啊，然後甚至這個梧桐板條，然後還做這麼可愛的包裝，上面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字，寫着億萬金，這是人家的建立的一個品牌，但是還有一個諧音，對不對？錯啊，億萬金，然後按到呢下，然後夾啲了用客文人。你就知道講，我哋下我卡板條是用米做嘅，可是我希望係咪我卡單米做，最少都要1萬斤嘅米做嚟做落去。哦，按用嘅就唔會唔記得咧，1萬斤就錯嘅，竟然會當開呢，你會做1斤嘅米呢？係啊，所以用嘅話變到講，我嘛希望講。本台家係咪都盡量食嘅客家美食嘅東西，然後唔好本到台灣嘅米消失，因為台灣人家下慢慢西式化落去之後，台灣種米嘅人越來越少，嗰時一隻本農民一隻機會，嘛本台灣人一隻機會，糧食危機。可是如果按到食米，你看。食到去之後，佢很種米，按到長又很好食。而且呀，就會按台灣自家有嘅東西呀，按就是不太適合種麥子啊，按就會適合種禾嘅啊，或生米啊，米食文化就會按自家嘅東西。對啊，農人幹嘛講啊？其實食飯嘅人嘅消化就會好。然後讓呢下人唔食飯，怎麼食嗰種冷淡嘅東西，就變到。佢隻身體都唔啲吃到乜嘅東西嚟，對，就冇營養咧。所以，我就希望講，那個板條本大家都啲講，其實佢對身體係真正當好一隻食材。嗰時候節目剩親密一啲啲嘅時間啊，頭講用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想要買亞布卡嘅商品嘅話，我先來片請。你只要搜尋 Endo 黃記板條，然後其實會。列出來 Endo 卡所有的商品，油蔥有這個香蔥油啊，韓國有料理盒啊，然後梧桐嘅板條，有全部就做得。迄個有限嘅話，咪做得出街去點嘅地路都做到嘛，對不對？咪做得去行聊聊啊，參加一條小導覽啊，全部就做得。嗰時候今日非常希望頭家用來到節目當中，謝謝。
每上网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行過聽一下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